今日係11月28號星期五，幫我出聲即日快遞同大家跟進大埔雲福苑5級火嘅調查進展。大埔雲福苑5級火災難造成重大人員傷亡，全港哀傷。廉政公署尋日11月27號表示，由於事件涉及重大嘅公眾利益，已成立專案小組，就雲福苑大維修工程可能涉及貪污展開全面嘅調查。今日上午，廉署展開行動，拘捕負責監督雲福苑修葺嘅工程顧問公司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嘅2名董事，先後押解2人返回九龍灣嘅辦公室搜證，帶走多箱嘅證物。根據公司註冊資料，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喺2006年成立，公司有2名董事吳躍、黃合賢，2人亦都係直接或間接嘅股東。呢個係繼警方以誤殺罪拘捕3名工程公司董事同埋工程顧問之後，執法部門第2波嘅拘捕行動。另外，網上流傳一段影片，拍攝到疑似係最先起火嘅片段。當時雲窗角低層有棚架出現火種，當時火勢並唔猛烈，而有途人大聲叫：點解冇警鐘啊？搞錯啊！真係成棟大廈都冇人撳警鐘，工程人員做乜㗎？個棚着緊火啦，火燭啊喂！其後火勢一發不可收拾，片主形容只係短短幾分鐘嘅時間已經幾乎燒通頂啦。從影片可見，好多竹枝雜物帶住火焰紛紛墮下。片主今日就喺社交平台發帖表示，消防同埋警方重案組已分別聯絡咗佢，已經將拍攝嘅所有資料嘅原始檔案交俾咗當局，希望有助相關嘅調查。片主形容見到警察好疲累，鬚都剃唔切啦。消防局又冇人，如果唔係去落口供嘅話佢哋都未必會返嚟啊。除咗不停咁樣講辛苦晒、多謝之外都唔知仲可以再講啲乜嘢啦。廉政公署介入調查，再次將公眾目光引向咗香港建造業界向來俾人詬病嘅圍標啊！呢個老大難嘅問題有機會直接導致偷工減料、使用唔合規易燃材料等情況出現。希望當局深入調查，並及時向市民公佈調查嘅進展。亦再次感謝所有參加拯救行動嘅前線人員，香港人以你哋為榮啊！